進入一戶通，開啟綜合職業培訓平台。首次使用，你可以設定你嘅目標、期望上課地點以及方式，之後選取課程類別，再選取心儀嘅行業，平台就會為你推薦相關行業嘅熱門標籤。你亦都可以同時選取多個心水標籤，或者用關鍵字尋找你想要嘅標籤之後，再自行加入。你可以按加入技能按鈕，平台會從唔同嘅培訓機構獲取你曾經完成嘅課程或者考證資訊，一個掣就可以建立屬於你嘅技能護照。最後只需簡單輸入你嘅一啲資料，報讀唔同課程嘅時候就唔使重複填寫㗎啦。喺個人技能嘅頁面可以編輯你嘅資料，以及見到所有技能護照嘅證書詳情。而喺我的目標入邊，會按你設定嘅行業以及技能標籤，為你推介合適嘅課程。按一下詳情就可以見到課程嘅詳細內容。瀏覽詳細內容之後，如果對課程有興趣，按一下報名，再簡單確定一下資料，就可以完成報名。完成報名之後，可以隨時在已報名嘅頁面入邊查看報名最新狀況。你亦都可以喺尋找課程入面用關鍵字尋找你心儀嘅課程，或者用篩選功能，按培訓機構或者唔同嘅條件找到你心儀嘅課程。